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好，小朋友，就是这。来，这个所在吼，就是神殿啊。恁敢知神殿内面有啥？宝藏，宝藏，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有，今仔日大家拢爱讲台语，才有可能摕到宝藏。啊，好啊，表现好无？好，消防士，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招梦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、小朋友，今仔日非常无共款。是倒位无共款啊？最近我甲智慧之神哦，介意着药味菜，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我来药一个味菜，恁药着，恁就会当入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出门一蕊花，入门一条街，请问爱要一个日常用品。日常用品哦，出门的一蕊花哦。我知啊，你应该是雨伞。雨伞。恭喜恁对啊！会当入去神殿内底摕宝藏，即马提出恁的精神，约股开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阮是平地文化队出发。欢迎高地。哦，你哪遮久啦？我等遮久的咧。等足久，想我要拍这羽毛球啊！敢有啥物人会晓拍？谁会晓拍羽毛球？拢会晓拍哦。啊，想要教我伫神殿拍羽毛球？好来，开始。先开机，你发球。哦，我等真久啊！最近我爱拍羽毛球咧，来。羽毛球。好来，嘿，哎，那这厉害啊！哇，厉害咧！我操！还行。安娜，你输啊呢？输啊，过一摆。哎，等一，我刚刚袂晓过一届，我今仔日毋是来陪你拍羽毛球的。啊，无咧。我今仔有真重要任务，那今仔日是要创啥？伊嘛毋知要创啥。摕宝藏。哦。我就惊伊拄则讲要拍羽毛球，我惊死。哎，凯基恁啊，才够拍这羽毛球，是平常时运动拢选一个吗？无哦。哇，那这看伊拍了真准呢。甲我抄甲安尼倒平正平安尼走来走去。你讲啥？你学校有拍？哦，学校有拍。哦，好，想要摕宝藏是毋是？今仔日就来考恁甲兴趣有关系的题目，安尼恁会有信心无？有。好，加油哦！准备接招，音乐卡。台语上练档，脸仔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。作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，伫因步落来进前，看摇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兴趣这种物件哦，伊是会对着时间啊个环境去改变。就亲像你身躯边有一个最爱拍羽毛球的朋友，你可能就会介意这项运动。哦，假设你有。因为我爱拍羽毛球，你有想要去试看卖拍羽毛球？无诶。无。嘿，对，现在嘛无一定嘛，每一个人心情无相共。机会你咧？会嘛？你看，有个人会，有个人袂嘛。啊，恁身躯边敢有啥物朋友有特别的兴趣？家阵敢有？陪我行棋。哦，啥物人陪你行棋？王力哦。哦，恁阿公哦，恁阿公会陪你行棋。哦，会当讲行棋是你甲恁阿公的兴趣，对啊？对。哦，安尼嘛袂歹哦。啊，凯基迄边敢有？凯基，你的兴趣是啥？
画图甲看册。画图甲看册就有气质了。哦，啊，即摆就要来考恁甲兴趣有关系。来哦，加油哦，体力真重要哦。现在噶，来，加速开始 Q， 加油！这里有找到来。啊紧的哦，动作较紧啊！动作较紧的哦。别人放在涂骹落啊，免去收，免收，Q 落，啊，就放在涂骹，Q 落看到，笑我食。伊是一个比赛，是一个比赛较大声。要讲一个物件。啊，还有无？有纸会当看无？敢有？无。好来，后一题，嘉俊加油哦！你 Q 落，等你涂骹落啊。我找着美甲啊，找着美甲。第二题嘿，快紧啊！好有啊。伊是一种外国的跳舞，外国的舞。外国的跳舞。外国。是班的还是紧的？拢有。拢有有黑色甲白色的。黑色甲白色。黑色甲白色的。黑色甲白色。好。诶，好来，后一题。后一个。嘿，你要 Q 迄落，这落布条的头，啊 Q 较紧的，Q 较紧的，啊，就甲放伊，你后壁免收，嘿。无啦啦。伊是一个武术。武术。一个。啊，伊会用着骹甲手。用着骹甲手哦。加油，搁有一个动物伫咧咱仔顶。会踢人袂？有白刀甲黑刀。白刀甲黑刀讲着刀啊。会加速哦，加油哦，加油！来第三题，第四题啊。第四个。你 Q 较紧的，恁动物要无力啦。你看伊安尼闪闪啊，真正可能无啥物气力咯，你啊加油哦。加油！好。用毛笔。喂，用毛笔，好来，搁后一题，紧，Q 较紧的。看我都摕到较侪金箍箍的无？来。伊是一个音乐，乐器。伊是一种乐器。会收来较大声的。会当弹。好，是啊。有啊。拢摇着啊，嘛唔知摇着还摇唔着，来看卖到底对唔对，现在个。哎呦，这两个唔知安怎，不要紧，即摆来看卖啊。恁敢有参与过演讲的比赛？有哦。咱的开机是安怎摇出来？无用纸。有一张纸会用看，是无？会念嘛？好，安尼应该这种了解，因为咱无用纸嘛，无用纸就摇出来。哦哟，是安那？你是讲黑的甲白的，是毋是？继续，还是啥讲的？哦，黑的甲白，哪会是家母？你是安那摇家母出来？因为无爱会带黑的。啊，你是毋是讲天鹅的部分有黑的甲白的？所以你开始讲这个色水。哇，你这无好摇呢，无好讲。啊，还有啥物通讲？还有啥物通讲？别个较慢。把你较慢。哦，对哦，差不多啊。印尼卡尾。有无？有气质。有气质。哎呦，甲你共款。好，大军刀，头先你有讲有刀出来。黑甲白。毋是哦，我听着敢若是讲黑刀甲白刀哦。黑刀甲白刀什么意思啊？咱的结束真早就出社会啊。毋是，是白大，白大啊，黄大，啊嘛有哪色的哪大，黑大，嘿。啊，伊跆拳道有嘛，啊柔道嘛有啊，因为迄个分级数的嘛。啊，毋过这两个差别伫倒位？恁敢知影？谁讲得出来？海基，你感觉？跆拳道是拍物件。对啦，啊柔道拢是摔人，比卡烂嘛。好，记得头先你是听到啥物字，互你直接甲选伊？用弹。用弹的啊！啊，敢讲这毋是用弹的？皮皮是敢是用弹的？古早用食的。皮皮差不多是拢安尼啊，摕安尼，哈。啊，才摕安尼，用一只手安尼，是无？啊，吉他是安尼嘛，吉他是安尼。摕歪歪，摕所以粗粗。有一寡才会差别。虽然拢是倒手市，正手大。啊，这个小提琴，咱念一个。小提琴。伊是用 A， 伊甲下弦仔 A 是共款的。好，啊，拢总摕到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马上来进行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
爱讲才会赢。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谁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体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。兴趣的培养其实真重要。恁敢捌过去，就你原本对即个物件无啥兴趣，后来变有兴趣。羽毛球，羽毛球，原本无兴趣，今日甲我拍煞了对啊，就是这种环境甲所在的影响，袂歹袂歹。即摆要来考题目啊！好，第一个题目就是，请讲出有啥物在艺项目？拍羽毛球，无迄无运动无算哦，在艺哦，就是你可能开始去画图，画图无算。画图，练歌、唱歌，有感觉无？跳舞，会用啊！第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ca。练歌，练歌对，跳舞，跳舞对，简单的唱歌，唱歌对，画图，画图对，演讲，演讲对，龙头，龙头对，哦，那厉害啊！画图，甲我讲画图。画图讲过啊？写毛笔，写毛笔字对，写毛笔字，英语，英语对，讲台语。唔对。我讲台语是我会知，你害得了。拜托，这是咱平常时你讲的话，你家己当做吼，你要学在个哦。弹吉他，弹吉他，弹吉他对，我记得，大皮皮，弹皮皮，哦，你真好讲啊，头先的题目啦吼。小提琴，小提琴，你头先的题目我讲一摆啊啦。大钢琴，大钢琴，而且倒想，芭蕾，跳吧。跳芭蕾。对，带滚动。无算啊。啥物？无算。时间到，我讲足紧的咧。时间到。恁头先把咱顶一关的所有的答案拢讲出来，真高。有学起来。你有学起来？嘿。嘿，啊，恁头先恁两个有想到？魔术，心算魔术，哦，变魔术，倒语，倒语。拍武术，行棋，迄项嘛是一门艺术哦。还是哦，念名啊，咱这念名做电工的，拢总得到13题。好，帮咱 PK 啊，会紧张哦。会是正常的，来换位。题目真简单，讲出运动，讲出有啥物运动？哦像一开始毋是有拍毛球吗？对，羽毛球会羽用的嘛。毛球嘛，会用的。啊，篮球，好运动啊，甲运动有关系哦。 OK。准备这招现代噶。啊，我上爱拍羽毛球。卡球，厉害哦。啊个，冲影，上瘾，跳管，跳跳管，天高跳，这有难哦。收音，收影哦，好啦，收影啊，收影收水，我莫讲收水，安尼我歹势。出世，出世，哎呀，跆拳道，跆拳道，运动，野教练，手大手，哎网呦，络哇厉害嘞！厉害哦，小跑，小跑无可能有啦，小跑那是算运动，啊大部分拢讲啊，哎呀，骑铁马，飞盘，咱其实大部分拢讲着骑铁马，你第一届动这么久呢？对啊，表现得真好诶。因为运动实在，我足爱运动的，我足爱运动的嘛。啊，不过你嘛是输啊啦，讲遮济嘛无效。这就是现实啦。好，咱来看卖啊者，头前迄关，互恁钓着超过13题，拢总2题拢赢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
真厉害！马上来进行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进来ka！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小姐甲红吉吉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两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咱今仔日啦，讲了真侪无共款的兴趣，毋过一个兴趣是大人囡仔拢足爱耍的哦。到底是啥？咱做伙来看嘛，进来ka！哇，这什么款的遥控车拢有呢？这哦根本就是囡仔人快乐天地嘛。这台车要去倒位？什么啊？哪会是大人？自细汉其实我对遥控这个物件我就足有兴趣，但是厝内底无钱，所以嘛无法度买。啊，但因为我一摆做工课，我头家怎送一台油的车给我，啊，我嘛安尼怎算下，我想去比赛。遥控器来举起来时阵吼，油门甲站落去时阵，就是快乐，所有烦恼拢无去啊。我嘛真欢喜，讲我开店开到即马要30年啊吼，我也是一直足有兴趣的。要投入遥控车这项兴趣，不管是车也是遥控器，拢真够食电池呢。讲到电池，您敢知影新的电池敢会当甲旧的电池斗做伙使用呢？新的电池甲旧的，敢会当斗做伙使用？到底电池安怎使用才是对的咧？白小姐真欢喜，看阮的节目学台语。这个电池哦，新的甲旧的，当然嘛会当放做伙，当然嘛会当做伙使用。而且甲你讲一个小撇步，两个做伙放做伙，搁较省电哦。安尼你知影无？来听看卖红吉吉安怎讲。大家好，我是红吉吉，学台语非常了不起哦。我甲恁讲啦，新的电池甲旧的电池吼，绝对唔好放做伙，因为吼，伊会因为这个电压无共款吼，可能会害这个机器吼歹去呢，安尼知无？电池旧的甲新的会当做伙使用无？恁感觉咧？凯基，你想咧？应该是红吉吉甲咱较对，是安怎是红吉吉讲较对？旧的甲新的用咧做伙会歹去。哦，你感觉安尼用会歹去？应该是会歹去。红吉，你捌红吉吉哦？红吉吉，哦，我因共款。共款。大家拢是红吉吉呢。是吗？我爱考虑一下白小姐，对。伊生做这尔辛苦呢，真正袂？我。所以你们选的是红吉吉。干嘛呢？所以你们选的是红吉吉。干嘛呢？无唔对啦，迄若是新的甲旧的哦，唔好斗去做伙用，无你斗起咧机械可能真正会歹去。啊，另外佫甲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无共款的牌子，啊，佫有种类无共，万莫做伙用，可能会发生危险。安尼知影无？这是用电池的一寡知识。好，咱马上来看第二题。哦，既然是遥控车咧驾车，看起来哦有够刺激的啦！跑道哦弯弯滑滑，车皮会顺，无简单哦。遥控车要操控甲会遮尔在手，是功力哦。速度爱紧，车需要飞的时爱飞起来哦。反应爱紧，转弯的所在咧滑，才袂冰车。讲到转弯，就互我想到转弯世界。您敢知影转弯世界平常时是咧讲人怎样呢？啊，转弯世界到底是啥意思？这个意思吼，就是咧讲一个人吼，写字写甲正正方方哦，啊，该挖的所在拢有挖。写字真水的意思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写字真水，迄转弯世界拢有去转出来。对，挖的所在拢有该挖。红吉吉，你感觉咧？唔对，我甲恁讲啦，这句话呢，其实哦，唔是咧讲车，这是咧讲吼，一个人讲话的时阵安尼弯弯滑滑，无直接，啊，讲话的时阵吼无爽快，安尼知无？无水无直接。
松。啊，伫遐踅来踅去的意思，到底什么人讲较有道理啊？安记，又搁是红记记，伊佫是红记记，你是伊的粉丝吗？分析，你是我的米粉。确定？确定，我佫想者，唔爱，你今日拢无白写机会，还是你佫小讲者？你甲看哦，写字正正方方，啊嘛爱撇的所在，爱转弯的时阵，伊拢有撇着甲弯着呢，所以讲这个人写字真水啊。嘉俊，嘉俊的表情就是讲你莫搁讲啊，对，你就是你莫搁等阮世界。啊，好，做恁选的是红记记，咁安尼。论到转弯世界，就是红记记安尼讲，好，就是讲话无拢伫安尼踅来踅去，无直接，安尼有了解无？了解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来啊，恁着着两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真后，虽然伊拢稳稳啊、豆豆啊，三个金箍箍嘛是去互恁摕去啊。后摆恁着莫搁转弯世界，买着一只选啊，好唔好？只双红记记啊，嘿啦，好啦，安尼敢摕到宝藏咧，赢来个。等等，三个金箍箍，互我一个答案，直接莫等我世界，就好。就好，好手放起你，请饲落的时阵再饲落哦。第一个金箍箍就好，请饲落。就好。好，好，恁答应了伤爽快，一点仔拢无转阮世界袂歹。安尼第二个第二个金箍箍嘛安尼，小丢丢一个哦，安怎？等我算牛，等我选。两位双牛，几票？几票？长尾双牛几票？开记你嘛想要选，无伊无要投呢。无伊无要投长尾双牛啊！你想要投啥？梅花鹿，你想要梅花鹿？伊甲伊梅花鹿较高水啦，听开记的落啊！有影？尊重开记。尊重开记。哇，这三个查甫囡仔足好的。哦，恁足好的咧，梅花鹿吼。好。希望是手希望放起你。希望。好来哦，第二摆机会，请饲落。啊！快去，搁一个机会。搁一摆机会。敢讲，就伫咧长尾山牛，啊是伫咧哪里咧？开记压力真大，你看伊手啊。马紧马紧马紧！没关系啊，开记你敢想要选一个？你想要选长尾山牛还是哪里？哪里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要选哪里？哎呀，你看我看，我唔是哪里啊？我若是哪里，我就比起来啊！讲起来，你咧那说讲哪里？你哪里？大拢看我，啊是你先手放起你，啊感受看卖啊？你想要先选什么啦？拄则大家尊重开记是选梅花鹿，即摆大家选长尾山牛。开记，你感觉长尾山牛有机会无？有啊，啊较有信心的。恁感觉有机会无？哦，宝藏敢有伫内面咧？请饲落。恭喜恁得到科学实验组颁奖！恭喜啊！哇，这真大组咧！谁是阿无？开记。足大鸭，足大鸭非袂？常的大鸭。安尼算起来有欢喜无？哇，摕落礼物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！欢喜学台语。